相对于香港政府将以香港基本法第23条煽动意图罪，甲历史纪念活动的领袖等来人抓起来。台湾的民间团体早起嘛呼吁讲，台湾的民众就要继续关心香港甲中国的人权议题。今年是历史天安门事件35周年，伫6月7日进前一礼拜，香港政府预备根据香港基本法23条的煽动意图罪，甲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也就是历史纪念活动的领袖周行动等6个人抓起来。这是基本法23条3月生效了后，香港政府第一摆用这个罪名抓人。其实是非常违反国际人权法的，因为你港府到底如何去确认一个人有这个煽动的意图，宣传一个活动，就在民主社会里面，就是日常的一个活动，宣传大家来关注人权，宣传大家来关心公共事务。那这个跟煽动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周行动本正就因为煽动等罪名当咧怪押当中，即摆讲互港府以煽动罪名为怪押所掠走。其他红掠的还有周行动的母亲，甲其他捌参与过历史事件纪念的人士。当咧台湾办历史纪念活动的民间团体表示，关注历史已经唔那是关心中国的人权议题，更加是全球自由议题。就是要提醒台湾人，甲全世界受到中国影响还是压迫的这个民族甲人民的唔通去互共产党欺骗掉啊！因为足侪的历史的这经验，甲即马香港的伊的这个作用。拢证明讲民主国家要团结起来。张建源讲，虽然中国一直对外宣传伊是遵循民主的国家，但是透过走行动，互人掠已经证明中国的民主甲普世观念无同。民间团体除了当咧中正纪念堂办历史35周年纪念展览，伫6月7日迄天下晡2点开始，会有历史纪念晚会，希望民众斗阵参与，关注中国扩权、甲香港甚至是全球的人权议题。记者郭文林有开台北报道。